屏东伫田乡往潮州方向的潮州大桥，有民众半暝驶车经过，看到桥顶有4只牛险去弄着。警方接到报案，即马来查主人是啥哦，毋但得爱罚罚钱，可能佫有刑事责任。驶车驶到半路，看到4只牛行伫路中，驾驶赶紧把车动落来，以免发生危险。半暝12点外，竟然有牛咧驶大路。这是屏东特产，要往潮州的潮州大桥，因为桥骹拢有人放饲牛，这个牛可能是暗时趁主人在休困的时阵，行到桥顶透一口气。外边是有人喺度饲牛的啊，上迄边一个桥用进前捌啦。24点钟人家咧顾的人，像迄边遐就拢无牵车啊，系啊，无牵车啊，对爱拢固定落到桥遐，才去到桥安尼尔。警方接到通报，早时嘛前往桥骹找饲主了解，饲主表示这附近大约有7位咧饲牛，伊家己目前饲15只。警方嘛甲饲主告知，牛若是无绑好势，行去车路顶造成交通事故，有可能会犯伤害罪。警方表示，除了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84条进行告发，嘛有请管府以动保法再发。本分局将通知事主到案说明。除依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84条告发外，并将依《动物保护法》函请屏东县政府裁罚。警方呼吁事主妥善管理牛只，避免影响交通安全。警方提醒饲主应该爱甲家己饲的动物管理好势，避免无适宜走出去，影响到用路人的安全，造成无必要的交通事故。记者柯炳哲，屏东报道。